屬靈小勇士，救贖的計劃，天堂國民護照。喺好耐以前，天父爸爸創造咗呢個世界，佢創造咗天地萬物，最後創造咗人。喺聖經創世記1章27節就講啦，神就照着自己嘅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本來天父爸爸同人嘅關係係好開心嘅，但係因為人受唔住蛇嘅引誘，於是就犯咗罪。我哋都好容易貪心、自私同埋嫉妒。喺聖經羅馬書3章23節就話啦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咗神嘅榮耀。因為我哋嘅罪，所以同天父爸爸隔絕咗。你睇下，天父爸爸都好傷心，羊咩咩都喊緊啊！人以為靠住其他宗教、教育、道德、善行，用呢啲方法諗住可以去返天父爸爸嗰度，但其實係唔得㗎。喺聖經裏邊，箴言14章12節就講，有一條路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。天父爸爸佢好愛我哋，於是佢就差派咗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。每年嘅12月就係聖誕節，就係紀念耶穌基督降生普天同慶嘅日子。而每一年嘅復活節就係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釘死喺十字架上面，佢流出嘅寶血去洗淨我哋所有人嘅罪。聖經裏邊約翰福音14章6節就話啦，耶穌說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只要我哋承認我哋嘅罪，並且邀請耶穌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，耶穌就會用佢嘅寶血去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喺聖經約翰福音3章16節就講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當我哋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哋生命救主嘅時候，耶穌亦預備咗一份天堂永生嘅禮物送俾我哋。聖經羅馬書10章9節就話，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，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親愛嘅朋友，我係艾艾小公主，你係咪好想知道點樣成為天堂嘅國民呢？其實申請嘅手續係非常簡單，你而家就可以藉住信心去禱告接受耶穌。禱告就係同神交談，表示你嘅心意。你可以跟住以下嘅內容去一齊祈禱㗎。喺聖經約翰福音6章47節就話啦，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們，信的人有永生。各位朋友，我哋一齊去做呢一個祈禱啦。慈愛嘅天父啊，慈愛嘅天父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願意打開心門，我願意打開心門，接受耶穌，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，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和生命的主。求你赦免我嘅罪，求你赦免我嘅罪，賜俾我美滿賜俾我美滿而有意義嘅人生，而有意義嘅人生，使我成為你所喜悅嘅兒女，你所喜悅嘅兒女，及天國嘅國民，及天國嘅國民。奉主耶穌嘅名求，奉主耶穌嘅名求。阿門。阿門。你好，我係達達小王子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成為咗天國嘅子民啦，並且係天國嘅公主同王子添。聖經彼得前書2章9至10節就話啦，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，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；從前未曾蒙憐恤，現在卻蒙了憐恤。恭喜你哋呀！我係天使嘉嘉，我好想送一份禮物俾你，呢個就係天堂國民指南，就係教你哋點樣去做公主同王子嘅。第一就係每一日禱告同耶穌交談，第二就係每日祈禱穿戴神所賜嘅全副軍裝，第三每一日去讀聖經明白神嘅旨意，第四為耶穌作見證去傳福音，第五就係返教會敬拜神同埋聽神嘅話，第六就係與基督徒相交，彼此分享，互相支持。
呢幾樣嘢係咪好簡單呢？如果你想認識多啲我哋屬靈小勇士嘅故事，歡迎去到我哋嘅網址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去認識多啲我哋㗎。祝福你哋，耶穌愛你，拜拜。